回归善意协商，回归善意协商，停止秋后算账，停止秋后算账。这个截图显示，因为地面作业尚未完成，登机时间稍后通知。好，这个时间点是3点45分，所以表示这个时候其实飞机尚未靠桥，组员也都还没有上机进行任何的准备，组员仍在机边进行还在机边进行等候。然后到了3点55分的时候呢，组员致电工会确认，4点之后罢工开始，离开飞机的合法性。到了4点05分，组员取得退关文件。到4点10分，组员才离开候机室。这个时候，因为飞机延迟抵达，所以乘客都还没有登机。到4点45分的时候呢，组员收到班表变更，变更为 STI， 就是所谓的罢工。组员抵达机场后，事务长皆主动的致电调派课，协调人力。那在过行李安检的时候呢，公司有打电话给事务长，请事务长转达，此时组员已经可以在4点前离开飞机。当时所有人都有听到，那我们在事后也有录音档作为佐证。所以呢，公司在过行李安检的时候打电话给事务长，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回去，请大家在4点前就可以离开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意的误导组员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离开现场，返回公司。但组员并没有因为这样，所以就离开。组员仍然按照自己的时程来到了登机室，来到了我们的候机室。到候机室之后呢，飞机因为尚未靠桥，所以组员那时候正在统计4点以后罢工开始的时候要离开飞机的人数，以便公司的调派去协调前来支援的人力。等到4点以后，组员取得了退关的文件，4点25分才离开，4点10分的时候才离开候机室。那个时候所有的乘客都还没有登机，所以何来丢包旅客不顾飞安的说法？